国际消息来看，以色列军方宣布，伫咧加沙南部实施战术性停火了后，有几下个内阁部长是强烈反对。也那总理纳坦雅胡伊嘛讲，伊无法度接受。这嘛是战事发生以来，军队甲执政联盟各一届意见袂合。第10日，百姓伫咧加沙走廊南部地区的克瑞沙洛关卡，看到几路载载物资的卡车通过。这是以色列军方宣布的新措施，具有人道理由。逐工早起8点到下昼5点，对遮去萨拉丁公路上北的方向，会局部策略性暂停军事行动，一直到接到通知。Tactical pause on fighting in the southern Gaza Strip in order to allow more humanitarian aid to enter the territory. This is not a full-fledged ceasefire.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对此讲，伊无法度接受。伊讲，这表示有严重人道危机的加沙，伫援助伊对象的政治紧张局势。军方澄清讲，伫纳法行动也是继续，也是南部行动的重点。国家安全部长班吉维尔是纳坦雅胡执政联盟内面一个宗教党派领导人，伊谴责军方出这种主意做这个决定的人是笨蛋，应该开除。One of the big ones is how the trucks will be protected as they move around inside of Gaza. 第10日这天，这条路突然间出现几路国际以来正罕见的病症，这边战术暂停是伫以色列甲埃及谈判。也个美国希望会当扩大加沙人道援助了开始，这天也是穆斯林重要节日赞成节的第一天，被认为是以色列想要寻求缓解国际压力的实际行动。不过，这也是以下长达建立第9个月以来，执政联盟甲军方的成员伫咧指挥作战上的意见无共款、无爽快事件内面上新的一件。像一礼拜前，中间派64岁战时内阁部长甘茨，将指控纳坦雅胡伫咧加沙无有效的战略，所以宣布辞职。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